为迄当时我还阁伫咧台中读册，所以我毋捌真正来过中国城。什么意思？我是伫咧网络顶悬看到中国城的资料，感觉讲伊即个建筑甲我想要写的变性人的故事，敢若有淡薄仔 match。你完全无来过中国城，你无来过，你会当写到遐尼真，但你完全无去过。嘿，我完全无去过。啊，毋过我足介意你迄内底故事的，就是迄落，就像妹妹有无？伊自出世的时阵，伫腹肚内算命先就讲啊，你这应该查某囡仔。啊，因家族啊，因煞去求夫人嘛，来帮伊换斗，竟然阁互伊换成功出来，生出来变作是查甫囝。问题故事行到这，你又搁甲写讲，伊渐渐啊才发现，其实伊心内是一个查某心。你这段规个故事内底，你是毋是有特别想要伫这故事内底去帮咱即摆遮足侪 LGBT 族群，因的心内、因的想法去做发声？其实我无想要替啥物人发声呢，因为我感觉即马拢是自媒体的时代啊，大家拢会当替家己讲话，我就无迄个必要，搁伫咧小说内底，搁替别人发声。